上一集我哋講到2026年一個坐北向正南、大門開前方中門嘅單位咧，由於係病星嘅位置，仲有咧就係坐東南向西北，由於咧係細病星嚇中門啊，前方中門又係細病星嘅位置，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唔建議去選擇嘅。另外第三個方位咧就係坐東北向西南，咁喺2025年咧呢個係吉方，咁但係去到2026年咧就會變咗一個空方啦，咁即係坐東北向西南，前方中間開門咧，咁我哋就唔會選擇，因為佢正正咧就係一粒鬥爭星，咁佢咧係比較容易咧有血光損傷啦，即係驚譬如做運動或者駕駛啦，咁人際關係咧都容易咧有一啲糾紛啊，甚至咧做生意咧可能會比較多一啲官非是非麻煩，咁呢個咧我哋都極力去避免嘅嚇。咁我仍然咧重新去強調啦嚇，剛才講嘅幾個方位，如果咧係尤其是咧正南同埋正北啦嚇，咁如果咧係對住個 lift 門，又或者有大動土嘅話咧，咁我哋咧都唔會建議你去選擇，可以嘅話就避咗佢。咁啊，第四個方位咧就係坐正東，就向正西。咁喺2025年呢個方位咧嚇，正西呢個方位。正西開門咁嘅意思，咁嘅話佢咧係文昌星，咁其實去到2026年咧，依然咧個文昌都好旺㗎，不過咧就開始咧有處理唔嚟，於是咧變咗係一個是非比較多，我哋叫做咧三碧是非星，咁所以咧我哋就會避咗佢，除非咧你係好鍾意人氣，不論好壞嘅人氣你都需要咧，咁你就繼續連續2年咧都去選用啦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哋就反而會化解咗佢㗎。咁至於有利嘅方位係乜嘢咧？咁第一個咧就會變咗係一個坐西北向東南嘅方位，而係開呢個係第2年咧嘅好運嘅方位嚟㗎啦。佢係利一個喜事啊，同埋咧對嗰個揾錢能力咧都有一定程度嘅幫助，即係想升職加人工、拍拖結婚有小朋友呢啲咧，咁都係適合㗎嚇。咁啊，或者你話我好希望咧係有一個計劃，咁佢都係比較容易實行到嘅。咁啊，另外咧就仲有坐西向東，而前方中間開門，即係東邊東位開門嘅。咁呢個咧就係退氣8白財星，咁都係可以咧有利嘅方。